任何原因引发肝脏的发炎，造成肝细胞破坏，拢称作肝炎。肝炎有分做病毒性甲非病毒性。病毒性有密室性肝炎，非病毒性包括酒精性、药物性甲非酒精性的肝炎。其中非酒精性也就是代谢性的脂肪肝，常常被疏忽。过去脂肪肝炎诊断必须要做切片，才能评估脂肪肝甲纤维化的程度。现在有了超音波、肝纤维扫描仪，对着长期需要追踪的患者是一大福音。因为我们脂肪肝炎在医学上其实要诊断有肝炎这个诊断，其实黄金标准还是以肝脏切片为主。那我们现在这个肝纤维扫描仪，它基本上做的原理有点跟超音波类似。那其实民众躺的姿势也是跟超音波一样，时间也跟做腹部超音波时间差不多相同。那它主要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没什么侵入性，它不具侵入性，所以民众是不需要住院，它可以做完就可以马上回家。那它的诊断的这个准确度以及特异性其实都跟肝脏切片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完完全全100%去取代肝脏切片。那只是说我们今天有这一台非侵入性的这一台肝脏的显微扫描仪，是可以慢慢的去取代说肝脏切片，因为有一些民众是需要长期追踪的。那对于这一群病人会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医师表示，要预防脂肪肝的发生，甲避免脂肪肝变做脂肪肝炎。虽然目前无特效的药物会用的治疗，不过会用的靠生活形态改变、加饮食、运动来防范。脂肪肝防范就是大概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大概会讲说好的生活习惯啦，就是生活形态有6大环节。那其实其中包括我们如果说有抽烟喝酒的人，当然还是会希望可以戒掉。那再来就是说，包括饮食上还是会像我们做一些健康的，就是均衡饮食。那我们如果说今天真的很不幸有一些脂肪肝，那会希望民众会尽量避免一些热量高以及精致类的东西。那平常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维持自己的体重在合理的像 BMI 范围内，那大概就是可以顺利的防范。配合7月28世界肝炎日，奇美病院对今日起到7月底，嘛举办爱心肝、密室性肝炎的筛检活动，只要符合筛检的条件，唔免挂号费。同时，还佫用搭配成人的预防保健、5种癌症的筛检，并且参加抽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